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是中华职棒乐天桃园队的球团，去年的10月告发到球队的前领队朴伟清涉嫌安排到啦啦队乐天女孩对外来接商业甲公部门的活动，这个收入是直接甲放落裤袋底，害球员是损失到，害这个球团是来损失到成百万。这检方是指挥到廉政署来搜索，甲朴伟清甲啦啦队的前经纪人陈元凯等，总共15个人带回门口经，其中有9个人封列为被告，这9个被告当中嘛包括4个乐天的查囡仔。即摆上新的消息，经过检方复审了后，朴伟清以50万来交保，若陈元凯方申请收押。透早6点多，天也未光，乐天女孩单一一押出廉政署，都紧坐客停车离开现场。要不要澄清一下？所有的工团的林明杰出现，面对镜头也无回应。检察官有没有说什么？无偌久，林英乐和李文辉同齐出现。李文辉淡头示意，赶紧离开。4个乐天女孩红列做被告，今仔日一透早陆续红车倒转来，因经过规暝问话，看起来有淡薄忝。乐天女孩伫比赛场加油跳舞，炒气氛，真侪民众拢是为着因开钱来看。去年10月，中华职棒乐天桃园队向地检署告发，乐天桃园前领队朴伟清涉嫌和乐天女孩前经纪人陈元凯用乐天的名字私底下接上演，佮接真济公部门的活动，又佮钱所控入家己落地啊。检方总共查登去15个人，其中明杰、辉辉、单一、英乐等总共9个人红列做被告，其他6个人是以证人的身份红问话。他们的经纪公司的团队其实已经回韩国了，所以他留在这边真的是要帮我们把这个冠军一起把它喊下来。朴伟清12年前接任桃园队的副领队，2017年协助管理球团的事务，有经验，嘛有实力。更加邀请李德辉加盟乐天女孩。朴伟清和乐天的人气抢甲抓袂牢，这边所涉嫌带因私底下接活动，和球团控诉损失上百万。4个乐天女孩也受影响，更加拍歹啦啦队的形象。Hello， 我是陈雅玲。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